Groupbuyer.com 着數優惠，睇完咁多個住客嘅親身經歷，真係好想即刻 book 返晚嚟嘆下。綜合咁多位嘅評價，呢間酒店嘅宅家套餐真係性價比爆燈，尤其係帶小朋友嘅家庭，簡直係度假首選。首先，服務同人情味絕對係最大亮點，唔少住客都係去慶祝生日。酒店唔單止會提前聯絡問你有冇特別需要，仲會悉心佈置房間同送上生日蛋糕，搞到有住客話成間酒店嘅職員都好似同我一齊慶祝緊，呢份心思喺而家真係好難得。前台嘅 Max Lin 同 Lina Grow 仲不時會幫客人免費升級房間，非常貼心。雖然有住客提到，如果係用套餐免費升級行政房，個別前台職員嘅服務態度可能會有少少落差，但絕大部分員工，由禮賓健身室到行政走廊，都被讚友善專業，成日同客人傾偈。泳池嘅救生員仲被讚好有愛心添。其次，行政走廊係另一個快樂泉源，下晝有下午茶，傍晚5點半到8點有熱食供應，仲有紅白酒、小食同生果，唔想出街食晚餐都完全冇問題。走廊環境被形容為寬敞舒適，食物質素亦備受好評。至於房間同設施，普遍反映房間舒適，有住客升級到70平方米嘅雙床房，仲有電動廁所板。酒店有室內同室外泳池，仲會提供兒童洗浴用品，非常細心。自助早餐選擇豐富，味道好。雖然有位住客提到收碟速度可以再快啲，但整體而言都非常滿意。地理位置亦係一大優勢，鄰近會展中心站，交通方便，旁邊就有大型商場，出入同購物都好輕鬆。總結嚟講，呢個宅家套餐包行政禮遇早餐、下午茶同雞尾酒時光，部分套餐仲包免費加床同燙衣服務。帶住小朋友一家大細去宅度假真係一流。酒店整體服務貼心周到，充滿人情味，尤其擅長為客人製造生日驚喜。設施齊全，地點方便，難怪咁多住客都話非常滿意，一定會再嚟。如果硬要挑剔，可能就係個別員工嘅服務一致性可以再提升，同埋早餐時段嘅人手可以再靈活調配一下。不過以咁嘅價錢同體驗，絕對係物超所值，值得推薦。2285港元深圳4季酒店住宿套餐，喺繁華鬧市中打造奢華閒適嘅都市綠洲。酒店坐落福田區 CBD， 交通超方便，行幾步就到地鐵站同福田高鐵站。去福田同皇崗口岸都係10分鐘車程咋。酒店有齊精緻客房同套房，仲有行政走廊同商務中心，食嘢選擇多羅羅，4間特色餐廳同酒廊，包括全日制自助餐廳福、高級粵菜食府卓越軒，同埋有戶外花園嘅日廊。而備受好評嘅日本餐廳，從日喺2022年全新登場，夠晒新鮮。另外仲有6間宴會廳同多功能會議廳，全落地玻璃設計引入自然光。戶外多層設計嘅月台更係活動場地嘅好選擇。想鬆一鬆，去8樓嘅月水療啦。有7間寬敞理療套房，其中3間係雙人套房，提供全方位護理。健身中心仲有24小時健身房，室內泳池、桑拿、按摩浴缸同蒸汽室，設施完善到極。熱情服務加埋齊全設施，無論係商務定度假，呢度都係一流之選。
季客房、行政套房、到店禮、黑臉琵鷺玩偶、聖誕節促銷深圳4季酒店住宿套餐、豪華套房。聖誕節促銷深圳4季酒店住宿套餐、豪華房、4季客房、專櫃客房或行政客房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